屬馬嘅朋友今年犯太歲，所以事事以守為先。重要嘅決策唔好喺今年進行，以免決策錯誤，令到運勢更差。今年犯太歲最容易受到負面情緒影響嘅就係踏入36歲嘅你，其次就係48歲同埋12歲嘅你。要時刻提醒自己，過咗去嘅嘢就唔好糾結。如果遇到負面情緒嘅時候，記住千祈唔好韞自己喺屋企，令到情緒更差。所以今年記住要約多啲朋友出去傾偈，令到負面情緒有所舒緩。24歲嘅你就好容易受到感情嘅變化，有可能為你帶嚟一段新嘅戀情，要你作出選擇。60歲犯太歲嘅你就要小心觀察自己嘅嘴同埋牙齒，如果發現嘴唇暗黑或者左右嘴角下垂、門牙甩咗，就要小心注意健康啦，要盡快去約定做身體檢查。今年犯太歲好容易見到損傷，所以喺農曆5月或者11月，手指同背部好容易見到有啲損傷。揸車嘅朋友呢2個月記得小心駕駛，可以嘅話最好呢2個月都去捐血、洗牙、驗血，去認咗個血傷。咩年齡都好，今年犯太歲可以嘅話，最好喺農曆5月都可以外出散心，去沖散犯太歲嘅負面情緒。飾物方面，屬馬嘅朋友今年可以帶有羊或者老虎嘅飾物。春夏天出世嘅朋友可以帶一啲黑白藍灰嘅飾物，而秋冬出世嘅朋友就可以帶一啲綠紅橙紫嘅飾物。